第二，將點解改成點樣處理。喺面對唔夠錢使嘅時候，我哋成日都會陷入點解會咁樣嘅思維模式。呢種思維模式唔單止令到我哋解決唔到問題，仲會令到我哋陷入負面嘅情緒。相反，如果我哋將點解換成點樣處理，就能夠更加有效咁樣揾到解決問題嘅辦法，繼而令自己跳出冇錢嘅呢個困局。當我哋問點解我冇錢嘅時候，其實你嘅焦點就會落喺問題嘅原因上面，咁可能就會令到我哋諗起過去嘅一啲錯誤決策，或者喺度怨命運嘅唔公平。呢種消極嘅思維模式往往會令到我哋覺得好沮喪、好無助，個腦入面就會充滿一啲藉口同埋不安，於是就會越踩越深，越嚟越自責。譬如你可能會諗，我由細到大屋企嘅條件又唔好，我又冇接受過好嘅教育，我成日都係行衰運，等等等等呢啲嘅諗法。呢啲嘅諗法只係會令到你更加嘅絕望，冇辦法揾到向前嘅方向。但係當你將問題嘅核心由點解轉換成點樣處理嘅時候，事情就會發生微妙嘅變化。當你問點樣先至能夠揾到更加多錢呢？點樣先至能夠改善自己嘅財務狀況呢？呢個時候就會引導我哋嘅大腦去諗一啲具體嘅解決方案，而唔係不斷咁樣去自責，不斷咁樣去埋怨自己。將你嘅語言由點解轉為點樣處理嘅時候，呢個轉變就能夠幫你將注意力集中喺行動上面，去揾一啲有用嘅解決方法。所以，與其問點解我冇錢，不如多啲問點樣我先至能夠更加多錢呢？